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因为金华城甲政治献金的官司，检方是搁再提出控告。郭文铁今日正式宣布要辞掉党主席的职务，交予黄国昌来代理。郭文铁嘛强调讲，伊世人拢会是民众党的党员兼志工，拜托支持者莫因为伊的请辞倒来退党。下午会预计请辞党主席。北检就提出抗告了，会不会担心？面对媒体探问，态度是真低调，无讲话就坐车离开。2025年头一天，民众党主席郭文铁透早就出门，要去台大新德分院看因老爸。去病院看因老爸了后，郭文铁甲因老母何水英做伙去上皇庙拜拜求平安。各位加油！我相信你，大家平安呐！希望大家都平安。今天早上是不是也蛮早就出门了？8点钟就出门。来看他爸爸了。结束新德的行程，郭文铁上北主持民众党中央委员会议，嘛正式宣布请辞党主席。都已经正式向中央委员会请辞，那也非常谢谢所有中央委员都支持我请辞的理由。我个人是推荐黄国昌代理党主席的，那他个人的政治的经验能力，还有在立法院的表现我想大家有目共睹了。他不是不爱我们台湾民众党，他是因为爱了我们，才做出这个选择。他不是离开了我们，他是离开了主席这个位置，但是他的精神跟我们永远同在。郭文铁强调讲，伊是民众党忠心的党员甲志工，嘛拜托支持者莫因为伊请辞就来退党。因外界嘛关注台北地检署2届提出控告，其中讲到郭文铁等人交保在外，可能影响重要证人的讲法。这一届蔡壁如就选择无爱加讲。当真相还在穿血的时候，这个谎言已经跑遍了全世界。检调又要提抗告，那在侦查这件事情，我想我就不多发言。民众党中央党部嘛组织侪支持者，也请假无请辞等等的标语，甲郭文铁相挺。郭文铁讲，2月初1新的中央委员就会上任，新的党主席选举的结果，差不多伫2月初1迄卡头就会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